以智慧科技賦能專業染髮。中階智慧科技源自佳麗企業，30年深耕專業美髮產業，致力於解決產業4大挑戰。專業髮型師頻繁跳槽，人員流動率高，技術培訓頻密，產品種類繁多，導致染髮創新緩慢。秉持住讓專業染髮技術平民化的研發初衷，中階智能科技於2022年隆重推出深色彩智慧色引擎系統 Digital Color AI 智慧色彩引擎系統，包含4大系統 Digital Color AI 智慧調色儀、Digital Color 全新染髮產品架構、Digital Color 全新色彩架構和 Digital Color 雲端資料同步管理。其中Digital Color L 智慧調色儀是核心服務工具，集智慧科技與網路互通於一體。中階智慧科技作為其強大的後盾，將為使用者提供更便利、更有效率的染髮體驗。科技自主研發的智慧運動控制晶片、智慧掃描識別晶片、智慧斷電資料保護復原晶片，以及多達17項國家發明專利支援的 Digital Color L 智慧色彩引擎系統，引領專業染髮新革命。12項深色彩氣霧染髮劑，特別設計的數位人工智慧調色器，用以懸蓋填充技術分離推進劑，確保定氣壓，並優先考慮環保和安全。這標誌住 Digital Color 人工智慧色彩引擎系統的誕生，並由此衍生出 Digital Color 新型染髮劑產品結構和 Digital Color 新型色彩結構，共同成就了數千種時尚色彩。Digital Color 智慧色彩引擎系統對裝入人工智慧調色器的每一瓶二元氣霧染髮劑進行細緻的掃描和認證，以防止使用非專業染料。Color 人工智能色彩引擎系統，髮型師輸入客戶的髮質、期望的髮色和其他相關細節。雲數據中心、色度和雲端顏色數據中心系統內智能分析客戶的相關信息，基於此分析，智能雲數據中智能生成多層基礎顏色配方，並為髮型師提供詳細的染髮程序指導。在完成染髮過程後，系統的染色後智慧服務中心協助髮型師為客戶提供增值的染後服務，包括推薦的顏色維護組合和色彩刷新服務選項。完全開源的 Digital Color 雲端資料同步管理，整合到深色彩 AI 智慧色彩引擎系統中，為藝術家和客戶提供一個廣闊無垠的創意空間。分享和協作，彩虹雲計劃引入創新功能，包括一件自動更新色彩公式資料庫，一個由數百萬色彩大師組成的創意聯盟，全國潮流核心色彩大賽，影響者群分享線上教學與學習課程，以及答環節。它不僅允許理髮師在終端上完成他們的創作，還可以將他們分享到雲端，通過獲取客戶對其時尚作品的評價，並以響者主導的時尚色彩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它最大化顯著的數據流量轉換，確保了他們的工作得到讚賞，並賦予專業人士持續提技能的能力，並跟上顯著的數據流。AI 公司美髮行業面臨的挑戰，它旨在全面提高性能和美髮沙龍染色項目的盈利能力。能夠申請的人可以成為專業染髮師，將其致力於簡化染髮過程的承諾，通過擴展市場機會，它充當輸族，釋放數十億美元的商業潛力。該系統引入了傳統染髮技術，進入一個由人工智能主導的新時代，核心色彩的新時代。